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非洲的东部有一个国家，这个所在叫做索马利兰共和国。台湾自这个所在的代表处正式来成立，总统蔡英文特别录影片来祝贺，讲这两个国家拢自由、民主、正义、法治的共同的价值观。啊，虽然外交部长吴钊燮嘛无法度亲身到场，嘛透过视讯东部两个所在来签署着双边技术合作的协定。 中华民国国旗慢慢的升悬，边仔红布条啊写甲真清楚。台湾驻索马利兰共和国代表处成立典礼。The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Somaliland is based on our common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hese values bind us together and make us stronger. 总统拍影片用英语祝贺嘛，介绍这个国家伫倒位。And may the Taiwan-Somaliland partnership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伫东非的索马利兰，面积是137600平方公里，人口350万，差不多是3.8台湾大。这是世界上大的非联合国成员。代表处正式成立的这天，外交部长吴钊燮视讯连线致辞，并且甲所国外长穆亚新签署双边技术合作的协定。部长展示约本。 外交部面册小编搁调写这个摆就写台湾无其他的字，引起话题。最好的方式是直接建交写中华民国大使馆。那如果这个写台湾，其实也很好的选项。台湾突破中国的攻势，甲索马利兰互设官方的代表处，旗下成员的时刻嘛，证明台湾的外交搁下出一大步。